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阿 Man，今日帶大家睇睇君臨天下一個實用面積1051尺嘅3房嘅圖單位，請跟我嚟睇睇。大門進入嘅右手邊係廚房，儲物房，客飯廳，露台位置對住海景，飯廳位置，浴室，第一間嘅睡房，第二間睡房，主人浴室，主人房，如果閣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聯絡我睇單位。